唔講唔知，生日蛋糕的由來。小朋友，你哋知唔知道生日蛋糕其實係點嚟嘅呢？喺好多好多年前，古希臘嘅女人會為女神亞提密斯準備一啲圓形嘅蛋糕，並且喺上面放咗好多支蠟燭，象徵住月亮嘅光輝。後嚟呢一個習俗慢慢傳到德國，德國人就開始喺小朋友生日嘅時候準備蛋糕，並喺上面插上蠟燭，等孩子可以許願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生日蛋糕就變得越嚟越受歡迎啦，亦都慢慢成為咗慶祝生日嘅一個好重要嘅部分。而家市面上生日蛋糕已經有各式各樣嘅裝飾同埋口味，令到我哋每一個生日都變得又特別又好味啦。唔知你哋又鍾唔鍾意食生日蛋糕呢？不妨留言分享一下。